我是高级秘书。所以你即摆你是要当啥物？我要批文、批公文，嘿。啊，我也无公文啊。啊，你就是一个公文。哈，批公文。省长，官位很大哦。你这若当咧别人的手上，应该是官位真大。啊，若是我的手，就是叫我做省长，爱做一个较省钱的家长啦。这是最实在哦。你是阮某派来的。你某甲我敲电话啦吼。逐个月拢讲我酒钱吼，淡薄仔较悬好啦。啊，你著当来我会提醒我家己啦。嘿啦，反省一下啦。嘿啦，好啦。但是反省之余，哥还是要出去佚佗。出去佚佗，安尼我就无得做省长啊！出去佚佗爱开钱呢。无啦，出去会使嘛会使用搁较省的算法。哦，莫开省济钱的算法就对了。但是你应该爱先来约看卖今仔日要去倒位哦。省长哦，嘿，甲这有关系哦，省长的。哦，较早嘿对啊，伫咧中啊遐啦，嘿啦，是倒位？中啊遐。差不多怎样？嘿嘿，南投。南投吗？真正是南投。中兴新村啦，对啦。你知影咱今仔日为什么要？改这印章，想要当这个囡仔省长就对啦。跟中兴新村有啥物关系啦？你历史遮尔好，你敢知影？我自然做的，我自然做的。我来甲你分享。正经呢，南投的中兴新村呢，是正经古早时阵台湾的政治中心。上高级的社区环境，当伫遐官舍啊，上高级的所在。所以呢，所以我未当这就是提示啦。哦，这就是提示啦。哦，省长伫咧遐啦，嘿啦，省长就住伫遐。但是我甲你讲，遮足侪老社区的啦，啊，要来算老社区吼，咱找咱的海着咱先生的老朋友做伙来，嘿啊。你会使安尼讲老朋友啊，咱老朋友当心嘛来。你嘛是老艺人啊。你来的啊，你嘛就我讲的是讲咧定来的朋友啦，毋是讲年纪啦。来讲年纪内底有一个志豪啊，你个年纪就较大来啦，阿新你啊，啊，你两个斗一档？系啊。阮做无用的呢。系啊。当时的代志。阮两个拄啊要结婚呢。系啊。我要去。阮穿安尼就是要去迄落中兴新村要去拍婚纱啊。系啊。你看，我先讲，因为吼。结婚还当嘉宾啦！老师应该给我走嘞，老师。哒哒哒哒耶，哒哒哒哒。你搞我来，你等者，我代志还要讲完，你管。喷这款物件是爱看时间性的，我先讲一下规矩。是你结婚我才喷。阮结婚这是大代志呢，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啊，足侪人要来互阮请的。不是要叫你。我先公开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包6000就会当来阮的婚宴，你若包6万会当坐主导，你若包12万会当参加阮洞房的过程。你若包，甲喷啦，洞房我咧参观呢，参观啦。参观16万，参加足贵的60万哦。参加足贵的，足贵的。唔是啊，我嘛是拄则较知影，我要甲你结婚。你拄则知哦？你那沦落伫这款的代志啊，足奇怪。不是够节目咧主持咧。沦落是安尼用的吗？所以叫沦落。多好尔，多好尔，恁是安那出场要用结婚这个物件？我甲你讲，我无多了解。我本来要行，伊拄则甲我答应，伊讲，我甲你讲，带你出去吼，你配合我。我讲好，我想讲要配合一下，就叫我结婚啦。系啊。我嘛就好接呢。叫我配合，我就介意。你看起来嘛是感觉你无了解到底即摆你都是出对无？你配合度真正悬，你敢有记哩？你有伫遮生过囝？有啊，有个。我伫遮。你嘛参加结婚的？你是你个像？你个像？我嘛好，干嘛？是跟你诱人，诱人，跟诱人。这个我跟诱人生囝。所以我跟诱人这嘛是表兄弟啊。你表弟啊。
哎，无，你算第三个，第二个是立冬。啊，你说第三个，你算。恁主持人较紧进入主题好唔好？你很怪你，一开始你要结婚，对啊，我到今麦敢问无，我嘛无想要问啊，进来你家你做，你家你做，咱同事你叫你朋友坐，你坐啊？我甲你讲，家你使坐，你甲我徛咧。我来坐，我歹势，你徛。我唔知你是要表现啥物。你想表现啥？你等来。还是你是导览先生？我想讲，来啊这边啊，拢无心梗你咧。你是要结啥物？我笑。你唔免有心梗啦，你安尼正常发挥啊。咱的导览先生呢是跟咱同款，唔是在地人，唔是要结婚呢，是去中心新村佚佗的游客。去佚佗了后，伊就足介意迄个所在，就念着遐。念着伊的心就念着啊！伊感觉遮尔啊水的所在呢，哪会无人来咧？伊就感觉。伊要互一个所在发展起来，介绍搁较侪人知影。希望有一天呢，这个社区的电火会搁一拍一拍的点起来。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伫花园点灯的总经理于珍姐。哎呦！少年，你讲叫弟啊？你讲弟这小姐姐，阿佩好，拍谁你等着久啊？拍谁？咱有考好对不？对，咱有考好，拉回来。好，中心新村的消息的台湾新政府，无消息的林静美拢伫中心新村等你哦。欢迎，欢迎蓝先生。阿金小姐你好。你好。你较早咧做啥物？我捌家己开店，开早顿店。开早顿店。对。啊，开有一天你去中心新村去佚佗了，做调着。伊当阵拄啊有一个机会去中心新村遐上班，然后我刚发现哇，原来台湾有一个所在，那遮特别，是我以前可能一定差不多40几岁之前，我拢唔捌接触过一个所在。莫讲你捌接触过啦，就算讲你捌去过遐，你嘛感觉伊足神秘的，你有感觉？你敢会使看到伊外口内底是啥物？你敢若无法度去了解。因为伊敢若像足快的，毋是讲你用脚行你就行会了，所以你无法度有遮侪时间，讲规个所在拢甲看透透。是毋是足大的一个所在？对，像浩子讲的，就是以前啊住伫迄迄个中心新村内底的人，真的是毋是一般的人会使住内底，就是你必须是伫遐服务公务人员，而且爱是伫中心新村新政府内底服务的，所以可能就是遐拢是大家拢是伫遐做完会个生活上，对，所以你无可能凊彩行入别人的厝内底。我若退休啊，我个感觉会使住伫遐。袂使，只要你也是退休，还是讲你无伫遐服务的，你就必须要甲你的厝、你的宿舍爱交出来。所以即马就变做内底无人住的宿舍足侪，足可惜。即便是伊的2代还是3代，想要搁继续住伫遐，嘛是伊的资格在审查，就是比较不是遮尔讲，凊彩什么人要住拢会使，所以就变做出去的人比入来的人更加紧，系啊，对。安尼你哪有法度住伫遐？你当初要伫遐发展的时阵啊？哦，拄好我嘛感觉是老天爷可能互我一个机会吧。伊当阵因为我拄好伫遐上班的时阵，伊当阵的管理单位算有一个办法，拄好是我会使符合伫遐会使申请一个空间来做宿舍。毋过拄开始我嘛是感觉讲，我若要做宿舍，我就住阮兜就好啊。我只是感觉讲，敢有法度互这个空间。会使互更加侪人像大家拢做好见的人，会使入去看卖，然后我嘛会使用这个空间来做较侪代志的。所以伊当阵伊就甲我讲会使哩，毋过就是爱写计划，这个计划就是开始写的时阵，就比论文更加久啊，写2年才过。对。伊敢若申请一个空间就2年呢？系啊。啊，伊讲伊下员讲要互拍电话拢要点到伊。系啊。你差不多5-8年应该差不多啦。是感觉你半暝啊，你比人内底家己豆豆点较对啊，真哪有可能？真的无简单。是一种理想。系这个遮尔大的愿望，对无？到底内底伊有偌水？有啥物故事要甲大家讲？咱即马就做伙来听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，谢谢。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是为南投县中兴新村来的怡珍。今日啊，我要来带大家来熟悉一个，像刚刚主持人讲的，最神秘的一个所在，然后来看伊到底是有偌水，是安怎会甲阮拢黏伫遐，无想要出来，就是无想要走吼。来，咱来看一下。走回来去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张相片，其实中兴新村早期的时阵啊，伊的整个规划非常的完整。啊，大家啊，可能第一个行入来这内底，你一定感觉讲，我是来到美国吗？是安怎？这厝啊，这环境参国外的迄个风景看起来足共的，无毋对吼。足像的吼。所以其实我嘛是愈来愈了解时，我感觉哇，真的住伫遐是一个足享受的代志。然后当初啊，设计遮的这个中兴新村的遮个设计师，因当初是有去英国去看人国外安怎来设计这个新市镇，然后甲这个方法甲伊带倒来，就是咱中兴新村来设计。那你敢知影这个中兴新村有偌大？见偌大？要去结婚呢？要去结婚呢？我就袂准啊，因为我捌去过啊。你去过，你敢知伊偌大咧？知偌大？可能有10个迄个足球场遮大。哦10个。来，我来揭晓答案。阮中兴新村内底拢总有4个里哦，吼，然后4个里合起来差不多294公顷，然后这个范围偌大，差不多有12个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。12个哦，所以恁都有印象哇，它就是这么大，嘿啊，所以大多啊，就是来宾嘛有讲，可能伫内底用行的吼，你可能会。行袂完是安怎？因为除了做远的了，你可能会迷路。因为遮个巷仔逐条拢足共的，所以伫内底时阵，大家就感觉讲哦，是安怎有遮侪巷仔会设伫内底。所以咱若入来到中兴新村，应该大家印象足深刻的吼，就是入来这个牌楼，就是要准备要入来咱的中兴新村，对。所以这嘛是这个建筑物淡薄仔像日本的迄鸟居。其实伊是依照咱的迄个双十，对，来设计的。国庆迄个双十，因为它伊就是较隆重，所以感觉每一个来到中兴新村拢是贵宾。啊，入来中兴新村了，你就感觉这个内底世界参这。中兴新村外口的世界的完全都不一样，包括伊的环境啊，还有伊内底规个生活机能安排，就是都有差别。好，咱下一页。哇，绿色隧道。对，你其实看到这张，恁就知影，中兴新村除了厝足侪了，搁一个物件嘛是足侪。树啊。对，树啊，拢总有几丛，你敢知？2000多张。安尼想太小看了。 8000。2万。12个大森林公园遮济。巧。哎呦，完全正确哦。所以你想去大森林公园省？差不多6万丛吼。对，而且足无简单，是这内底树啊，基本上拢差不多有50年以上啊。所以就伫内底就感觉哦，阮拢讲吼，阮敢若数空气，阮就赢人啊，因为这树啊，也释放出来芬多精，你其实伫内底生活，所以。我感觉就是大家拢会使足健康的，所以你若为外口啊行入去这个中兴新村的时候，你敢会感觉迄个温度有降落来，还是？会有降落来。真的。阮像伫遐上班呐，阮基本上拢袂吹冷气，足环保的吼。因为以前啊，我感觉因的厝理设计的时阵，就是拢足通风的。啊，你的窗门啊嘛足侪，所以因为咱即马可能伫都市的迄个房子的设计的时阵，大家拢用气密窗，基本上你有感觉讲，迄个温度就会比较高温，啊，底下天然就会有降温，对。啊，这条绿色隧道嘛是中兴新村，其实阮有3条绿色隧道，啊，这条是上水的，嘛是上芳的，因为这树啊是樟树，所以人讲有机会，你若来到遮的时阵，会使你。伫暗时还是透早的时阵，行入家，你就会使闻到哇，迄樟树伊的迄个精油味道非常的清香吼，对。啊，这是公园，对，你一定想讲公园有啥物特别吼？遮个有写光明公园。我当老公中兴新村拢总有4个里，其实阮每一个里哦，拢有家己的公园、家己的市场、家己的学校。所以，我若行伊，我住伫光明里，我都毋免去别个里的
公园耍，我伫我家己的里这公园耍就会使哩啊。哦，所以但你有家己的市场哦。对。是毋是伊拢去甲足共款的？因为我顶早去，我迷路就是因为讲，明明我已经经过这条路啊，拄我迄个市场，才佫走来遮。我一直来准我咧鬼打墙呢，原来伊是无共理的、无共规划的所在，就对。对。所以我拄去的时候，我嘛拢唔敢后白行，因为我嘛定定行出去我就行袂转来我家己的办公室啦，因为我嘛感觉每一条巷仔拢足共的，对。所以伫内底你啊，迄个方向大概知的时阵，你就袂迷路啊。而且阮遮除了每一个社区有家己的，我头仔讲的遮的公园啊、菜市场佫下了，其实以前因足贴心的哦，就是讲，你逐工可能小朋友拢爱上课啊，妈妈爱买菜啊，其实因这距离拢算过哦，就是上远拢袂超过800公尺。哦，是安那，对，因为囡仔行超过，拢毋免坐巴士，拢行。对，所以是安那内底巷仔遮尔济，因为小朋友伊讲吼，超过800公尺伊行起来，伊脚足酸啊，伊无想要行。我想要上过。对，所以因用这个距离来计算，足贴心的啦。好，咱刷来中央新村佫一个足特别的哦，我感觉这应该是台湾其他的所在找无，就是阮遐无一支电火条啊。因为当初阮一定伊差不多当阵要设计这个中央新村的时阵啊，伊就拢甲全部电线弄地下化。看到一张相片，我就想到我细汉的时阵伫纽西兰，咱的社区嘛是拢无电火条，无电火条，电火条拢无，嘛无红绿灯拢无，对，就是看起来安尼啊，都是平房 house。其实搭配讲的，遮的规划都是一看，感觉参国外规的迄个设计就共吼。啊，想要要用这种道路来设计，就是伊头讲的，就是其实伫内底你做汉你会使看到红绿灯，啊，毋过人行路佫最重要，所以你不可能每一个路口拢甲伊设一个红绿灯，所以伊用这种丁字路还是 T 字路来，就是甲你提醒讲，哦，你入来甲内底，遮做者囡仔，做者社区的居民伫遮生活，所以请你爱甲你的车速。就是放较慢的哦，基本上就是互阮大家生活伫内底，不管你行路或还是生活，你拢感觉足安全的。啊，咱佫会使来看后一张，这嘛足特别的。这种路应该即摆较少看到吼。是圆环，足细圆环。伊后壁无通的。对啊，对，伊都无底路安尼，就是其实你就是一条路，你若开车入去，你慢慢倒车，你就伫遮会使安尼开出来。对，这做大心的呢，因为咱若比如讲开车，我顶早起啊，我嘛是对这吼印象足深刻的。因为你若拄着无买行的时阵，你是毋是捌过足困难的？你若个路个足下的时阵吼，技术个歹。哎呀，那像你技术歹。我袂。咱若像阮看的技术若无好吼，伊可能向下着。歹势，我只是需要一寡空间。伊咧甲你讲啊，莫咧念声调。结果这款圆环路吼，足好势，我咧一个啊就出来啊。哦，就是你袂踮咧内底撑足久的时间，佫袂紧张。系啊。所以伊嘛有一个名叫人地路，就是伊的路那靠地啊呢，就是你车开去，对，就是靠地啊路，对，足高水的一个路。其实咱若为这个路，这个小圆环去看，你嘛会使去观察，就是发现讲，像有因即嘛讲，这社区甲侪人住伫遮的时阵，伊嘛是足温馨的，伊甲即内底种花啊、种草，就是甲伊嘛是整理甲足水的。啊，当然若是甲少人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可能内底草都会较长，系啊，所以这个道路啊，其实伫中央新村伊佫保留真济。连讲你若来的时阵，会使你甲伊体验一下。啊，刷来咱佫来看厝。我头讲，除了树仔足济，遮厝嘛足济。啊，我毋知影讲，志豪你顶工去的时阵，你敢有发现遐厝？嘛有平房，啊嘛有两层楼。对，我2层楼敢若较少。对，你讲到重点啊。高级的。对，以前啊，遮宿舍伊有分做等级，甲乙丙丁。当然，你就是你家你的关节啊愈悬，啊，过来就是恁兜的人口愈济的时阵，你会使选择的宿舍。就会使选较大间，嘿！啊，咱即摆看到这是较特别，这是2层楼，啊，这2层楼啊，伊毋是干那1户就2层楼，这拢总爱住4户的人，对，所以伊是我头仔讲的迄个等级是属于丙种，嘿，所以这2楼的人就是爱为这楼梯行起来，啊，这有2个门牌号码，
所以以前阿姨就讲吼，要问伊囡仔是翁仔某要冤家的时阵，拢袂使讲伤大声，因为隔壁人听就讲，隔壁吼迄张什么什么人去冤家，然后每三个拢听有隔音效果没有很好，对，系啊。这起甲遮水袂输那欧洲迄种白棕，所以即摆内底无大人。足济，即马伫内底差不多有买甲1000间的厝，拢无人住，而且差不多20年以上拢无住。起甲遮水无大，就怕算的呢。对啊，所以这若是做咖啡厅、文青小店、玄武店，就水呢。民宿啊，民宿。其实大多已经伊后壁一定变做民宿啊吼，所以恁连家会使去看伊的整修前甲整修后。啊，即马看这都是较特别，这就是平房。嘿，平房当然伊的阶级都比较悬，就是可能是甲级甲乙级。平房顶多是较悬级无？对，而且因的房间嘛较济。因为国门独户嘛，家己一户啊，拄则你顶悬下骹拢有人啊，拢有厝边啊。对，所以而且像安尼宿舍嘛。我感觉伊嘛以前设计嘛袂歹，你拢有前庭后院，就是你家己拢有一个花园，会使你去运用。对，好，咱过下一张。哇！某5岁哦，这不是甲级宿舍哦，这是。你有看面顶有写中心会堂无？有吼，因为以前啊，新政府伫遐咧办公的时阵，定可能有美国啊、有泰国的总统要来交流的时阵，咱都要有一间较气派的。就是安尼空间来甲因迎接，所以当阵都有用这个来设计这个建筑物。其实恁看这个建筑物伫台北，像国父纪念馆，因是共一个设计师，对，所以阮迄当阵的设计师拢著名。啊，这除了中心会堂，除了是讲，咱来就是来接这贵宾了后，其实伊对在地这居民嘛，有一个最重要功能。教堂，结婚会使来食，毋是啦，毋是教堂，伊是电影院。对，所以伊是阮在地有家己的电影院，阮们就是住伫遐人，们去甲台中，还是讲去遐台北看电影，伫内底就会使家己来看电影。现在还有吗？有，即马这个你讲电影院吗？它会就是比较不定时的，还是有在播放电影。对。一边偌多钱啊？即马伫内底看电影门禁。啊，片即马上新的，敢就是淘汰人。其实伊的片拢无做新的。对，啊，今日嘛有迄个新政府的主管捌伫遮结婚吼，所以你嘛会使考虑会使伫遮办婚礼。无咱先来看电影，不用感情啦。感受一下。即摆放上新的《消失的情人节》。伊已经消失了，搁甲吹转来。好，来，咱看有宿舍，然后搁有遮的主人的风景了后，恁感觉讲哇，中正新村，恁敢知上老个的时阵，内底拢总有几个人伫内底生活，搁做工课？上老咧，因为这看到应该几啊，一个台北市的人3万哦，搭配好厉害哦，3万哦，对，3万人，上老咧，对，上老人的时阵，啊，毋着几啊年前啊，足侪，差不多88年前，88年前，迄时阵3万真卖咧，真嘛无甲3000，哈，无甲10%，对，啊，毋过。就是基本上，即马人虽然变做少，啊，毋过阮的学校、阮的市场，拢要是搁有咧运作。就是伊无因为讲遮个人变少，就讲市场就无去啊。啊，市场，歹势，市场是你卖啥？卖食的吗？卖食的，然后卖你的生活用品，然后嘛会使你收你手表啊，啥物拢有，啊嘛有物件。有啊，而且每一个市场拢有足好食的物件，所以你今日听我介绍了，后一抓你去中英新村，你就知影讲。我要来这市场食啥物的，然后会使你买啥物吼。阮每一个你最特别咯，阮每一个你的迄个市场拢有咧卖烧饼、烧饼、油条。虽然因的一个配方啊比例拢无啥共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每一间拢足好食，所以另一抓恁若去中英新村的时阵，你就使煮，会使一直食到暗时。然后拢食烧饼？无啦，毛无共款的物件，对啊，无过牛奶啊，佮其他冰淇淋、双淇淋啊，冰品系啊，佮有甜点啊，即摆佮无共款，因为即摆阮开始佮是就是有整理一刷厝了，即摆有2代3代转来，嘛有咖啡厅，嘛有下午茶对。啊，像即间烧饼店吼，
吼，因足无简单，因是4代同堂。然后就伫遮经营这间烧饼油条店吼，我感觉就是看到因安尼，其实搁安怎这个，就是中英新创安怎改变，因要是要专家把这间店收掉咧吼。你两个穿的，敢会使？系啊，我过去做工会，去做店员的。增援一个啊，哎，是啊，第五代。然后除了你去市场，就是食烧饼了，即马你嘛使家己来体验来做。对，所以你看阮的烧饼足特别吼，当然搭配有一个摕一个管印，所以你也来做烧饼，你就会使家己甲迄个管印转去。你看你要做省长还是副省长，还是环保处长？对，这是真趣味。秘书处长、政风处长。对。我有一个问题。好，你这叫烧饼嘛？系啊。看起来那烧饼是长的扁的，嘿啊，这哪会叫烧饼？哦。这个都是可能台北嘛，有人讲伊是蟹壳黄，对，比较咸酥饼，蟹壳黄，对。但是你要叫烧饼。系啊，阮拢叫烧饼。所以恁迄个统称烧饼，但是伊有足侪种口味，足侪种咸的，有甜的有咸的，系啊。啊嘛，就是每一代迄造型拢无共款，啊大细粒啊拢无共款，系啊。啊，刷来是安怎这个足特别吼，你有看到无？这是柠檬蛋糕吼，这个柠檬蛋糕，谢谢。这会使做恁的大饼咧。哇，等我对一下，等你。你提出来，后悔啦。足加讲的，还是后悔啊。综艺效我就等你。伊这西料足传统的，就是咱伫一寡中式的糕饼店买。我上介意，若是我朋友吼，伫南投转来台北，我上介意收到这。哦，好食呢。这真的，咱若是讲要送互朋友，这真的是阮南投人在地人来准备的伴手礼。啊，你会使拿食，我拿介绍。会咖啡，我家己有带咖啡。你有准备？贵州啊，你拿介绍。好，这间店已经开70年啊。这间吗？对。啊，不过这是因为伊是南投市，就是伊算嘛是在地人，大家拢最爱食的一个迄个柠檬蛋糕。啊，不过因为我嘛想讲，遮尔好食物件嘛，希望伊会使继续来咱中英新创，会使互更加侪人会使去食着吼。所以呢，第3代呢，就来到这间哦。你看这我特别找迄还袂整理的厝，恁看。其实啊，我头仔讲迄差不多1000间无人住的厝，拢像安尼。啊，咱会使来看卖，经过因的第3代来整理了这间面包店、烘焙坊，变做安怎？哇，规拢水起来。对，所以我感觉。就是厝爱有人住伫内底去甲伊照顾，伊就慢慢来，即个厝的温暖就会出来。对，所以是安怎？我讲，阮希望阮会使哩拍拼甲一拍灯火甲伊点木光，因为我感觉只要有人转来，遮个厝就是伊会继续，就是一直安尼保留安尼足水的一个花园城市，啊，大家都会使互咱的后一代，因为中英新创今年一定62岁啊，所以我嘛希望讲，阮的后一代嘛会使继续会使看到咱台湾这强旺的一个所在。哇，赞！好，咱头仔食柠檬蛋糕，你一定感觉小可喙焦。系啊，我有咖啡。喙焦。好，即摆我请搭配啊，这盘面顶的物件，你可能知影一2项。啊，不过我即摆要互恁要的是，这组的材料会出现伫阮中心新村内底唯一一间的中药店，而且伊的组合出来时阵是变做一个最厉害的产品。这味闻起来拢做熟悉的，不过你一时要叫我讲这什么名，我讲不下出来。食火锅会配。系啊。是，咱来揭晓答案，咱来揭晓答案。你要的是啥物？梅仔茶，有洛神味啊，梅仔茶啊。梅仔茶。我讲梅仔茶。梅仔茶。是不是梅仔茶咧？梅仔茶。哦，三个咯。来，这是咱搭桌的材料，吼来看卖是毋是你搭桌有要着？对，迄个气味就是啊。但诶，耗子公，我刚才看到，我也无啉着，无真。哦，马上就有色色。食甜甜啊，你食你做 cake 的，你是做 cake 的呢？服务不错哈，服务费袂歹。嘿，所以做有仪式感诶。啊，好啉。伊甲我口味较无共。哦。
伊的迄个落心的味较重，佮袂酸，啉到最后佮甘甜。袂酸吗？真正袂酸吗？伊甘甜，伊会回甘。我感觉我上介意的所在，就是讲你一开始啉啦，感觉淡薄仔生甜，但是尾啊伊个甜伊会消失去了，就是你讲的回甘。回甘。啊，开的迄个喙暖就开始走出来。生津止渴。对。你看你的杯啊。你的杯啊，顶悬有无共的印花哦。中兴新村，这拄好迄个白楼，对，双十。哦，大家拢无共款。这饮料杯会使，互恁炸的。对。这正是文创商品啦，对无？对，系啊。咱即摆看，这就是中药店的头家甲头家娘吼，其实因本来嘛是伫台北开店，后来因为中兴新村内底啊，就是拄好无人经营中药店。啊，伊就感觉讲，伊拄好有这方面的知识，所以因两个就来到遮开店，其实嘛开要差不多40年啊。嘿，所以因嘛毋是在地人。嘛毋是，然后后来阮就发现，原来阿姨除了卖中药了，伊这间店有一个足厉害，真的。可能有的在地人拢唔知，因为阿姨足客气，明明足好的乌梅汁，然后伊嘛无好法，因为伊讲吼，伊逐工差不多拢爱5点钟，直兄，啊每一工安尼兄，啊拢足新鲜的，所以这种老店袂使互伊消失，所以我嘛是想讲，互因看要安怎，互这个中药店会使一直把它就是保留在中兴新村内底安尼。即摆这杯啉落了，可能不动嘛，佫开始摇起来啊！对，应该才了解过。好起劲，特别大啦。吃遍大江南北吼，因为这个物件足特别的哦，即摆搭配摕互恁看，升官发财哦。观察帮。嘿，啊你甲伊拍开，你甲观察拍开一下。嘛是一个提示。我得奖金1000，升官发财。但是这不是互你的，是甲等下要食的物件有关系。爱要伊的名是毋是？可能恁看这个相片应该拢知影，伊就是，系啊，就是藏，对，就是。伊本身有一个名叫广西粽，啊，毋过吼，其实有一个名佫较特别，所以即马搭配伊摕这提示，就是互恁来约看卖。不过伊的大细是敢若迄个大细观察安尼。观察遮细哦。啊不，大细是1000块啦。大细遮细吗？敢遮细？肉粽呢？哦，若讲粽，我有听过金头粽，就金头粽。当时金头粽是迄，啊，毋过伊拄仔讲是广西粽，原来金头粽是有湖南粽。所以金头粽就是讲伊甲金头同款吗？因为伊就包安尼，毋是金头啊，你都包安尼啊，毋是你金头就是生安尼啊。啊，对，你有伊的名，伊的名金头粽。金头粽，你有看吗？你好啊！我一个想要地咧啦，歹势。观察粽，啊你有鸡粽啊？鸡粽，鸡粽嘿，鸡粽还是鸡粽？鸡粽啊，鸡粽发财啊！系啊，我鸡粽。咱来食这什么粽？好，咱来公布答案。金头粽。对。因为伊这个粽的外形真的都是拿金头吼，所以当初啦，伊当阵伊包的时阵，一粒拢差不多1公斤的重哦，1公斤的。啊，不过咱搞缩小版。安尼啦。就我，安尼缩小啊。对。所以本人佫较大粒。对，本人佫较大粒。本人佫较大粒。伊安尼缩小呢？包哦，系啊，迄夹迄就酱油。来啊，食看卖啊，来啊。哇，这内底来，伊内底料足济。伊个肉是规地呢，嘿，伊是规地。你看，伊这规地呢。哦，你讲这规地是个肉哦。只是安尼切，空肉饭啊，迄种空肉饭的空肉安尼规地就包在内底咧。对。安尼啦，爱两个才切物件。一般这侪人，有的人因会用假肉是肉丝，头家因为这个肉粽是妈妈就是传予伊的，所以伊就讲吼，咱无惊人食，所以伊就用遮大地的肉。你惊你咬着呢？所以这个粽会使全家伙仔人食。这查某人会使食2顿呢。哦，无，我可能是刚爱食2粒。啊，你毋是查某人？你遐老巧。唔知。哦，恁某你敢唔知？惊死我歹带，我歹带。哎，你莫叫是我家己，我就是无经食。我较袂会食。我嘛是会经的。会食吗？其实我一开始看伊的外形，我感觉就像迄，
我介意。迄香港迄种糯米鸡，但是伊食起来，伊的口味伊个袂讲足重咸的，所以你会使食足侪粒的。我感觉真好食，而且伊吼用料足实在，真材实料，真正是唔惊人吃的菜。伊的米，你食伊的米有迄藏叶仔的香味哦。伊的米足赞的，就是讲阮南部长用沙迄种，但是你食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伊逐粒拢足肥的，足软的安尼哦，一粒一粒安尼，佫足清楚的。伊藏叶的香是留伫水内底，藏叶仔的香味。藏叶啊，对。我问者，你讲这已经是伊本人缩小的呀？对。啊，通常伊安尼一粒站做出来是几个人要食？本来伊的迄个大小差不多1公斤，因为即马人口无安尼济啊，所以里长因咧做，就是即间店的迄头家啊，伊之前是阮的其中一个里长啦。然后你看伊迄个肉油用手安尼比哦，每一个粽内底肉拢正大块，就是唔惊恁食。这块控肉处理了有够好。食看卖，食看卖。你一定要食看卖这块控肉啦。中华人咧，中华人啊，南这肥的，好食。你中华人哦？我讲中华。你两拢中华？你袂感觉看到我想要骂脏话？说脏话，我多一条歌叫说脏话。对。我想要说脏话啊，看到我想要。好啊，大家坐。这好食。即马伫中心新村内底，除了遮的，就是咱讲的老产业，遮的中药房啊，还是讲烧饼店遮，除了遮了后嘛是开始有年轻人，像恁安尼有不一样的想法的嘛，开始倒来中心新村开店。所以今日你听我安尼介绍了哦，熟悉遮的环境，然后遮的人文、遮的文化，佮遮的好食的物件了后，连讲恁都袂感觉讲我去中心新村那会拢。找无物件好食，还是讲拢食无，对，所以欢迎大家有时间会使过来找阮耍。是啊。除了安尼，我感觉去啊嘛爱交一寡新的朋友。新朋友啊，一定爱啊，少年的。你淡仔经营遮久，应该是嘛交到足侪新的朋友。对嘛。系啊。你有啥物新朋友？今仔日要来甲你斗相共？我倒老公村差不多无甲3000人，然后内底拢老伙仔较济嘛。我今日甲阮中心新村内底2个上少年的小鲜肉哦，带来互咱大家看，恁就会感觉讲，哎，真的，即马内底毋是干那看过拢老伙仔，开始有即个少年人嘛，开始倒来中心新村来做无共款的经营。是，即马就要来邀请你的岛南好朋友。目夹咖啡馆的黄凯成、黄俊翰，欢迎！欢迎，小鲜肉！哎呦，笑脸的啦！哎呦，你人伫遐，你踮遮看干呢？伊哪会看到表？你嘴巴较学起来。等，你哪会看？你看到痴呆呢？你的表情比我有吞口水呢。不是我咧讲，目镜做目镜，因兜拢做好个，伊敢做目镜。伊毋是做目镜，因两个是挂目镜，开咖啡。哦，你算啦，安尼咱唔免讲较济啊。恁两个是兄弟啊，对无？对。都一个是哥哥。一看知影是。你就看卖啊咧。俊翰是哥哥。唔是。一看知俊翰是弟弟啊。俊翰是弟弟哦。对。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他像爸爸啦，他像妈妈。哦，几岁？老咧等啊，老咧等。30岁。30岁。啊，你30岁哦。啊，你咧？我32岁。所以恁两个都是目镜的，啊去开这个咖啡店。不是，阮本来就是开目镜的。本来就是开目镜。就是在中心新村，就是阮一间目镜行。啊，就是阮妈妈咧开。啊，即马就是阮哥哥，伊是验光师啊，就阮哥哥咧接。啊，本来就是目镜行，就一家人，然后来配眼镜嘛。对。啊，就要食，互你食咖啡，互你食茶。后来就是大家拢爱食茶、食咖啡。啊，就来开讲，我想讲，我是开目镜行，还是开咖啡店？啊，拢来食免费的咖啡、甲茶安尼。对，来开讲。目镜拢歪配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就较巧规气做咖啡厅，对，都无赚到，都无赚到，安尼袂使。你另外讲，你来这你都要开钱，啊买这个咖啡甲茶，我才送你配目镜。袂，安尼敢若嘛袂好咧。安尼生意袂歹呢。是吗？
咖啡店低消一副眼镜。安尼啥嘞？我就贵哎，你一杯热美式偌济？2500。今天热美式2500。哦，按讲我来送你一副目镜。我最近吼，是。我来感觉迄个近的拢看无啥，还是安那。哦，这老花，嘿，可能就是这老花。对，会啊。系啊。是安尼吗？对。我嘛才46岁呢，你敢卖有老啊？毕竟我有准备一个测验。安尼哦。嘿，拄好会使互你来测验。啊，无你甲我验者好无？好啊，好，安尼阮等者准备一个麻烦你者道具。哎呦，这个乌帮是咧创啥货？面顶我有准备迄足济细字的。哦啊，这大字细字拢有。镜头字吗？修理啦，哇塞！啊，这就是互你测试你有老花无？我看无啊。对。这大家嘛有老花，这无老花，像现在还冇老花。你叫无老花来看，迄拢看有。我会出一个题目互你，一句话，哦，啊，你就甲伊吹出来，拼出来。哦。对，啊，你啊面顶字内底拢有。安尼。对，啊，我出题目，啊，你来拼出来安尼。恁就是安尼测老花就对啦。嘿，对。安尼较好算啦。按时间。啊，无过度，无法度啉咖啡，无法度食物件。安尼哦。对。难怪有人为话题中央走当下要算这个游戏，所以我甲你讲。趣味啊！你也该会想啊。你讲一句，我来吹就对。好，请想看。请想看。嘿，嗨嗨，大人神仙。你要徛较远的无？要。哦。哎，你有真正有老花，你徛就远的。看一个，看一个。嘿。哎，你46岁，你是真难的，真难的啊！我你看你会使看到倒一个？啊有。哎，俊汉是不是当初啊？你就会放咖啡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的咖啡来，这时阵咱就无聊咧。咖啡出来，哎，这久的时间。哦，系啊。验根差不多半点钟啦。哎，啊无食食看有啥物件，食食咸的好无？咸的，巴掌啊，巴掌。我验根你哪会这差？哎呦，你足久的啊！你有足差的呢？久的。这就是阮的店的宗旨啦。你食咸的，咸的哦，腊肉披萨，敢有兴趣？腊肉披萨。哎，啊你好，你讲叫。咱过去等伊。哎，啊你无用做你哈，我先吃哦哈。来，坐来一下。放饭的时间。哎，无关紧啦，无关紧啦，你看看来。哇！我保守个看我差不多2点钟啦，2点钟啦。大家做一下，来，伊这点半的肉嘛就大地。这是你做的吗？对，阮做的，就是那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做腊肉。哎，你找到你到了哦。哎，你帮我找一个烂我差不多，但是我讲你互我搁较侪时间，我咱一找，你若游览车我是找着，但是咱我真正找无。我找着，歹势我敢会伤紧，无我搁拖一时间。你先喊嘛，你就做饼啦。无，你一定做饼。哎，歹势，你嘛看无，你莫搁演啦。我真正看，我已经安尼啊，都看无哦。我已经安尼啊哦。烂比较烂啦。这个是烂吗？烂。对，这烂。你看，两下输伊嘛懵，你看，你嘛有。歹势，有清楚吗？有清楚吗？有啦，这边烂啦。莫甲我骗，这有清楚无清楚，有啦。不是啊，迄是私交的美感。哎，不是啊，你来，你来。有清楚吗？感觉我无清楚尔。你看，有清楚吗？有吗？没有进来，加披萨啦，好，加披萨啦，好来啦，好海成讲叫我甲你回信嘞，伊讲其实这个有另外一款算法，你若看无就你就啊有懵。主角，我看。好啦，吃披萨啦！吃披萨，你们看腊肉披萨，这个好食呢。我管你主要有披萨啦、咖啡啦，吼，规个金光会倒起来，这真正看无。对。哎，这腊肉披萨加起来安那？哎，这个腊肉无共款呢。哎，刚刚汉堡排，哎，对吧？对。
啊你感觉你的老板，我甲欣味啊啊，不过我是一直食着伊的香味，而且伊边的配料嘛足济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要知影讲伊淋什么配料伫内底。主要是猪肉，然后葱蒜。然后还有主要是我妈妈她自己去做腌制的。以前中医新村近几年会做嘎嘎口做腊肉，还是自己做肉饼，这是古早味，吃到的时候想到妈妈。你讲到这，因为中医新村遐算是眷村嘛，对不？所以嘎嘎好，大家拢有家己这个腊肉，这个配方拢无共，所以若过年的时候，若食到这。就是阮妈妈的气。啊，今麦做中西合璧伫遐，伫伊的咖啡店。嘿，安尼今仔日安尼咱热，恁感觉啥款？到底有要甲咱姐啊做伙来中西新村佚佗？哎啦，我真正就想要留啊退休去住遐呢。想要去？我刚刚今日听完，我就想要甲咱中心新村会一条系列咧，因为过去可能我就是无够我真了解，我会感觉去一抓转来，敢若无啥物感觉。其实今日经过咱的导览先生甲咱讲过了后，伊内底有真侪值得咱深度旅游的所在，还有遮尔侪美味甲人情味，一定爱过去。啊，今仔若真正想要去买啊，咱甲咱这个披萨都甲踢落，安尼好，尽量打。哎，我想要去，我要多食落啊！讲一个。啊，这位来，耶，这位来佚佗啦！